同大家參觀下我哋嘅貝殼簽約中心嚇，呢邊係做面簽嘅。今日應該好忙，睇下有沒有一大波美女先。哦，全部去簽約室。一間房吉嘅，全部滿晒喎。丹丹有獎抽嗎？成交買方有獎嗎？那我沒成交可不可以抽啊？沒成交有沒有得抽啊？沒成交沒得抽嗎？給個臉啊！不要拍，这是干嘛的？拍一下獎品啊！你这个在哪里抽？灣區置業喺中山，中山置業揾文仔啊！大家好啊！咁啊，順好多粉絲嘅要求啦，因為會擔心到二手嘅交易流程到底為大家帶來啲乜嘢個影響啊？會唔會有擔心啊？資金安全會唔會得唔到保障啊？咁樣咁所以咧，好多粉絲同文仔講，喂，文仔啊，其實國內交易安唔安全㗎？咁我相信呢一個問題都係眾多粉絲、眾多香港嘅街坊朋友們會考慮到同埋比較注重去想了解嘅一個環節嚟嘅。咁當然文仔會幫大家慳錢，拍好多靚嘅二手樓嚇，拍好多樓齡同一手樓好新嘅一模一樣新嘅樓齡嘅產品，無非都係一個答案啫，就希望大家要慳到錢。咁假設今日文仔抽空啊，因為我啱啱會有一張單啦，已經都叫做搞掂啦。會同大家花10零分鐘去講嘅話，我真係揸緊時間嗱同大家即時去演繹嘅。咁相信大家聽完之後咧，會放100%會同文仔講，對貝殼中心嘅一個簽約交易二手成個過程係安全嘅。咁首先咧，呢個簽約室咧係6號嘅簽約室嚇。咁頭先同大家走咗轉，因為比較多人啦，見到未？咁咧，我哋會有6間嘅簽約室，如果有時滿人嘅時候咧，會真係會排隊嘅。咁當然啦，我入到呢間簽約室嘅時候，買賣雙方，不論你在現場定係線上簽約都好。打個比喻，賣方喺國外，可唔可以打視頻呢？可以，我哋有錄音、影音嘅，啱唔啱先？咁我哋當然會諮詢。會問一問買賣雙方可唔可以錄音，如果可以錄音，我哋先至會開始嘅。萬一日後出現咩問題嘅時候，經過相關有效嘅部門，可以喺呢個錄音度調檔出嚟作為一個證據嘅。咁所以大家咧，每一個流程同埋咧，簽約經理會坐呢一張凳對住買賣雙方咁多位去講解合同。所以咧，其實我哋身為貝殼人咧，喺貝殼呢咁優秀、咁嚴謹嘅地方去簽約咧，我哋自己作為 agent 都係比較安心嘅。嗱，咁我事不宜遲，同大家講解下呢個交易嘅流程。因為咧而家咧就有少少夜啦，咁我就嗱，首先我啱先去叫簽約經理打咗份出嚟。呢個就是二手嘅一個交易流程啦。文仔以前喺片頭都講過，只要有證會比冇證安全。二手就一定有證，冇證係唔可以上架貝殼嘅房源嘅。大家要清晰知道呢樣嘢先，至起碼佢有產權證。咁至於你產權證有冇按揭、有冇抵押、有冇議押 ，OK 冇問題。呢一樣嘢我哋會查檔。咁嗱，我先逐 part 同佢講成個流程先。首先，如果買賣雙方買方對呢間屋有興趣，賣方答應咗買方嘅價錢，我哋就會入嚟呢間簽約室去約簽。咁你睇翻先，成個流程就係咩咧？簽約嗱，呢一 part 你去省略評估呢一 part，我哋 agent 會做晒嘅。咁跟住咧，如果你要做銀行嘅按揭，各位香港朋友們，你係可以喺國內做按揭嘅，只要你提供你嘅糧單同入息證明就 OK 啦。咁咧嗱，會做完按揭之後，銀行會批貸，批完貸之後咧，會做一個網簽。咩叫網簽咧？就會喺住建上將你嘅原業主嘅名、原業主嘅資料變更成為新買家資料。大家明唔明白個道理先？嗱，可能會講得有啲快。如果大家
唔好消化得到嘅，你會睇翻我條片咯，或者私信我問我都冇問題嘅。咁睇翻先啦，呢一個位置咧就會到係繳稅過戶，咁跟住咧出新房產證，跟住咧入額，因為你係做按揭噶嘛，你出咗新證之後會攞張新證俾銀行入額，跟住先放款。當銀行放款嘅時候，原業主就會收到銀行嘅尾款，新買家就會從第一期開始做按揭，開始去還款啦，明白嗎？咁跟住咧到後期嘅物業交割、水費、電費、物業費、燃氣費，文仔會幫你哋一 set 個搞掂，都係收一次性嘅中介費啫，全包嘅。OK， 大家明白嘛？咁好啦，咁關於資金嘅一個安全，你會分兩步俾嘅。舉個例子，假設你交易呢一張單，你係做按揭嘅 ，OK， 咁我100萬嘅物業係咪先？我簽約嘅時候咧會俾5萬蚊定金，跟住咧舉個例子，我係俾首期俾20萬，咁我15萬咧就會喺過戶之前15萬，過戶之前15萬係首付尾款嚇，因為5萬蚊定金啊嘛。15萬，我喺過戶之前做一個叫資金存管嘅一個動作，即係你存入去買賣雙方創建嘅一個監管賬戶，但係原業主係收唔到呢15萬嘅。咁當你出咗申請之後，嗰張房產證變更成為你嘅名嘅時候，安全啦吧？你先至會撳粒掣解凍嗰15萬俾原業主。咁原業主剩低80萬錢喺邊度嚟咧？就係銀行放款嘅時候佢先收到。大家明唔明白先？所以咧按揭你只要俾兩個資金，兩個金額，第一個5萬，第二個15萬。咁當你俾第一個5萬嘅時候，但係講緊按揭啊，我都擔心你5萬會唔會突然間唔見咗啊，或者俾邊個呃咗啊等等，會有呢個擔憂。5萬都係錢係咪？咁我哋買賣雙方喺俾5萬蚊錢簽約俾定金前，就會呢張查冊，而呢張查冊咧係會有最新嘅時間嘅，明白嗎？以最新嘅時間當面查俾你，打印出嚟俾你睇，你會發現成 part 係冇抵押、冇查封、冇異議、冇居住權、冇再定過戶信息、冇限制登記信息，全部都係空白嘅時候，睇睇，全部都係空白嘅時候，證明呢一間屋係乾淨嘅，大家明白嗎？咁呢間屋係乾淨嘅，即係等於業主嘅出發點真係誠心賣嘅情況之下，呢5萬蚊嘅定金就會直接打俾原業主，當然係業主嘅名先得嘅，咁先至係正常嘅。咁你話呢個細節度要唔要用？可唔可以用現金？可唔可以碌微信啊？呢個就私下我先同你講解啦。咁好啦，你俾咗5萬之後，剩低個15萬係監管嘅，貝殼嘅監管，大家明白嗎？貝殼嘅監管，資金存管喺貝殼存管嘅，會等你出咗新房產證之後，經過買家願意先至會解凍嗰15萬。咁5萬蚊安全啦，15萬安全啦，係咪先？都係你張證，嗰張房產證係你個名咯，你解凍嗰15萬俾佢，仲唔安全啊？大家明唔明白我意思啊？好啦，第二步就係咩咧？敷皮就更加簡單啦。你俾5萬蚊訂，都係查完冊冇問題啦，係咪？先俾5萬蚊訂，俾5萬蚊訂之後咧，繳稅過戶前，即係繳稅過戶前，你一定要資金存管，就係嗰個位置啊，95萬存落去買賣雙方創建嘅監管賬戶。咁到你出咗新證之後，OK， 咁先會解凍95萬。咁我想問一問，總金額100萬係咪安全咗先啊 ？OK， 咁你會見到有第二個條例，第3個金額就係中介服務費。只要你入貝殼旗下每一個牌子，係嘛，會見到連家、德佑、走個家、家人，而家家人咧就變咗連家噶啦，綠色招牌、紅色招牌、紅色招牌 ，Century 21 21世紀不動產。友聯、樂園，咁文仔就係樂園呢個品牌嘅，中環同埋富康 ，OK， 見到未啊？度度只要你喺貝殼見到咁多嘅合作商，
全部都有幾隻字嘅，不論任何原因交易不成，呢買賣雙方1.5嘅佣金全退。咁所以咧，你總共得3個金額，第一個定金，第二個首付尾款，第三個中介服務費，都係完全安全嘅。咁大家明唔明我意思先？嗱，所以嚟講咧，貝殼嘅廣告詞真房源、真信息、真價錢。咁乜都真嘅情況之下，我哋係呃唔到你啊嘛。加埋有文仔咁真誠嘅態度，幫你去跟蹤全 set 嘅所有嘅一個流程。咁我想問問題出喺邊度咧？唯一嘅問題就係咩咧？呢度友情提示俾大家，因為國內嘅利率只有3厘啫，咩銀行都係3厘嚇，咁利率係相當低嘅。我相信香港都係2厘幾，接近到3厘嘅啦。咁冇必要喺香港托錢過嚟敷皮呢度，再喺香港做按揭，即係當年嘅呢個模式啦。直接喺國內係可以做按揭嘅。咁可以做按揭嘅情況之下咧，你保證到，譬如我供呢一間樓。我未來買呢間樓，我準備退休啦，我只能夠供10年，可能我月供高少少，1萬蚊一個月。咁我嘅收入糧單，半年嘅糧單會有2萬蚊嘅金額可以複製到呢1萬蚊嘅負債，即係乘以2。咁我呢個按揭係必定會批你嘅。呢個就係大陸銀行批貸嘅唯一限定條件，亦都係最重要嘅限定條件。咁所以咧嗱，如果我提前會問你，大概你嘅收入係點嘅，會唔會過得到嘅？如果你仲係唔放心，我可以你將資料俾文仔，文仔去提前俾我哋專業嘅按揭經理嗱，佢講合同就坐呢個主席位嘅，對住嗰度講，咁簽約經理會官方地回覆你，得定唔得，你先簽都冇問題，明白嗎？所以貝殼嘅交易服務非常非常之安全。可以咁講，如果你跟文仔交易都唔安全，你跟其他人交易就一定要留心眼啦。文仔係屬於貝殼嘅，貝殼安全，文仔就安全。我講真嗰句，我賺你佣金，講真，跑跑趯趯100萬嘅樓賺你15,000蚊，咁15,000蚊我哋有5-6個人分，我都收唔到全呢一筆錢。我作為一個店嘅老細，2間店嘅店東，我會唔會因為呢萬零蚊得罪你咧？退1萬步係咪先？會搞壞自己嘅袋咧？定係我會希望服務好你？文仔都係得嘅。未來我有客介紹俾你，我會選擇前者定後者咧？傻嘅都知道唔會因為你雞碎咁多佣金，即係當然啦，都係努力所得翻嚟。我會尊重呢筆佣金，但係我唔會因為呢一個咁少嘅佣金破壞自己嘅袋。咁所以請大家相信文仔，文仔既然起得好，就認真對待呢件事。我相信文仔未來會做得越嚟越好。咁一直跟進住文仔嘅思路嘅朋友，希望即係所有視頻都來之不易嘅，都有付出嘅。拍片2個鐘，剪片3個鐘，今日簽完約，飯都未食，再同大家，因為醒起有粉絲會有擔憂，同大家趁機有時間同大家講解成個二手嘅流程，希望大家放心安心。咁跟住文仔一定係冇問題嘅。如果大家都覺得文仔冇問題嘅，俾個支持好嘛？點個讚好嘛？繼續 follow 好嘛？ OK， 今期簡單嘅一個交易流程嘅講解就到此結束，我哋下期再見。